哈嘍，我係識條鐵達文西啊！今期繼續 SD 高達外傳，圓桌騎士篇第3彈，國王高達。上回講到，黃騎士高達率領反抗軍成功攻陷扎丹要塞，下個目標將會係布里提斯王國嘅核心據點布里提斯城堡，亦係黃騎士出生嘅地方。反抗軍先嚟到咗白靈頓市整備，賢者安東尼奧已經等咗好耐，佢快遞咗件皇室流傳落嚟嘅全武裝鎧甲，黃騎士着咗後防禦力同戰鬥力都大大增強。同一時間，反抗軍隊伍亦繼續壯大，卓騎士高達 F91 作為流浪騎士加入，同佢一齊仲有3個得力猛將，劍士 F90、鬥士 F90、僧侶 F90，乳名都係叫朱尼亞 Junior， 實際名字分別係阿安、阿番同埋阿譚。佢哋3兄弟同時係海騎士高達 F90 嘅親生仔，因為仲細老豆唔俾佢哋跟埋上戰場，所以就跟隨卓騎士流浪訓練。卓騎士帶嚟咗消息，布里提斯城堡現在防禦正係最薄弱之時。上一回出現送嚟銀之光盤嘅神秘路人又再出現，原來佢就係僧侶岡坦克柯。佢同白金兄一樣係上代嘅原卓騎士，為咗暗中觀察扎比羅尼亞動向而一直隱藏真實身份。佢公開身份，建議黃騎士反抗軍馬上大舉攻入。於是黃騎士高達率領反抗軍開始進攻布里提斯城堡，被迷途森林所包圍，好多同伴都喺森林入面走散晒，剩翻黃騎士、卓騎士、僧侶岡坦克亞同埋 F93兄弟6人入到城堡。敵方只有守備隊長基西利亞同埋佢最強嘅2個手下黑之部隊嘅衛騎士扎比基羅斯，同埋上一回轉發收藏點賺過嘅神秘騎士暗騎士高達馬克爾。佢哋喺圓桌之間等住黃騎士高達，兩邊眾人大打咗幾百個回合，但係暗騎士嘅實力實在太高，冇人係佢對手。呢個時候風騎士高達馬克爾趕到，喺殺去暗騎士度，點知俾對方打到趴街。暗騎士打開個面具睇清楚邊個咁傻，兩人雙目對視，發現彼此原嚟係7年前因戰亂走散咗嘅親兄弟。暗騎士難以面對現實，喊住口咁走咗，衛騎士睇到懵逼咗，得翻佢一個打7個唔夠打，就係咁反抗軍終於奪回咗布里提斯城堡。反抗軍亦成功證明為布里提斯軍隊，但係皇室一直守護嘅聖杯鎖匙唔見咗。原來扎比羅尼亞大軍最近揾到聖杯鎖匙，主力軍已經向隆德尼翁聖山邁進尋找聖杯。係圓桌之間嘅圓桌突然發光，國王高達嘅靈魂出現咗，仲講低幾句黃騎士啊，乖仔啊，你一定要守護好聖杯啊，我依家就將國王之位傳俾你啦。講完佢就消失咗啦，黃騎士嘅身體就突然開始發光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待下回分解。希望各位大佬中意啦。有更多關於 SD 高達嘅資訊，可以登入上面地址訪問。有什麼意見建議，歡迎留言。求大佬們一鍵3連。我係你的識條鐵達文西，拜拜。